Java Neo 專用嘅 Buswave 3刀輪組大軍殺到啦！無論係16寸或者20寸，我哋通通到齊。酷運提供上門過件安裝服務，令你舒舒服服喺屋企樓下咧都可以升級到你部 Java Neo。作為 Java Neo 最終極大佬級嘅毒品咧，安裝完之後，成部車嘅顏值足足提高咗幾個層次，非常吸引大家嘅眼球。好多人改車咧，首要就係更換3刀噶啦。而碳纖3刀輪組咧，屬於空氣力學嘅輪組，即係破風輪組，滑行咧明顯係會順過普通原裝嘅輻條輪組，踩落去咧就更加滑溜。而碳纖3刀輪組嘅剛性咧，比起原裝輻條嘅輪組咧，會更加強。用碳纖一體成型，傳動力好，起步加速都更加爽。另外咧，佢嘅重量當然都係比原裝輕啲嘅啦，咁所以咧，整體嘅效果係非常好嘅。喺大家眼前呈現嘅咧係瓦黑色嘅3刀輪組，係最多車友嘅選擇嚟嘅。一來佢嘅價錢會比起有噴顏色嘅3刀輪組咧係會平啲，二來咧佢最容易襯顏色。16寸同20寸同樣都有瓦黑色嘅供應。另外 Buswave 咧係採用6孔碟片嘅底座，所以套翻原裝嗰隻碟落去咧都 OK 㗎。唯獨要留意咧，就係市面大部分嘅一個碟片螺絲咧，都係採用10mm 嘅長度嘅，而 Buswave 前轆嗰個碟片座咧係需要用8mm 嘅螺絲，後轆咧可以用翻10mm，所以呢度咧大家要留意翻。跟住落嚟係介紹呢一款黑白雙色嘅噴漆，佢係採用令面嘅顏色，望落去相當醒神，非常合適一啲中意令部車望落去比較有個性嘅車友，踩出路面咧，相信亦都非常吸引其他人嘅眼球。我哋其中一套黑白雙色咧，就係套用咗喺白灰色嘅 Leo Carbon 上邊，係咪望落相當有個性化呢？除咗剛才嘅黑白雙色之外咧，我哋令面嘅顏色咧就仲有呢個令黑色，咁我哋有2套喺手嘅，有興趣嘅車友咧可以 WhatsApp 我哋預約安裝。另外值得一提就係過件嘅部分，16寸係用發嘴，20寸係用尾嘴，而16或者20寸嘅 Buswave 咧都係用發嘴嘅噃，意味住20寸嘅車友你係要另外買對發嘴嘅內胎咧裝上去，而16寸嘅車友雖然你都可以用翻舊嘅內胎，但因為舊嘴咧個長度只有48mm，而3刀寬高係40mm，48減40你就得翻0.8cm 嘅位置咧可以泵氣嘅啫，所以我都建議大家咧係換嗰條長少少嘅打氣嘴嘅內胎。而另一個做法咧係可以用一啲發嘴轉尾嘴嘅 adapter， 都可以解決到咧原裝內胎胎嘴過短嘅一啲問題嘅。跟住落嚟咧，我哋一齊拆解下呢套 Buswave 嘅花鼓，佢係採用 DT 式嘅花鼓。呢款花鼓咧，相比起傳統嘅鷹爪，佢嘅結構性更加穩固，耐用程度更加好。呢款花鼓咧，佢嘅防水性同埋防塵性咧都非常之強，而且咧佢保養非常簡單，所以依家好多大品牌咧都係採用呢套花鼓。我依家拆開嘅呢一組嘢咧係 DT 花鼓入邊嘅棘輪，總共有2粒。原裝嘅齒數係36齒，而佢上下咧都會有一個彈簧。當你踩單車嘅時候，踏機咧就會順勢轉動，2個棘輪咧就會互相咬合，然後就會將個力量咧傳遞落個轆度啦。我手上呢2粒咧係齒數比較綿密嘅54齒棘輪，齒數大咗，咬合點多咗，轉動時傳出嚟嘅聲音咧自然就會比較綿密一啲啦。呢個係佢嘅優點，但係同時佢嘅齒數比較密啦，摩擦自然會比較多，所以佢嘅耐用程度咧比起原裝嘅36齒係會少啲噶。當然呢種花鼓咧保養極為簡單，所以換套新嘅落去，順手做下一啲保養都唔係乜嘢難事嚟嘅。呢個係原裝36齒嘅響聲，然之後咧就係54齒嘅響聲，響數係咪更加澎湃呢？我哋會提供上門安裝服務，你只需要提供一個可以停車嘅地點俾我，拎部車落嚟，我就會幫你即場過件安裝，
當中包括剎車碟啦、內外胎、過飛輪、過件後嘅機械變速或者電子變速嘅調校，以及係剎車調校等等。另外，我哋仲有好多唔同嘅改裝服務，你都可以藉住呢個機會咧，順便升級下部車，譬如換下碟片啊、避震、改下外胎、坐墊、裝下貨架、升級下陶瓷 BB 等等。想升級、想買 Java Leo， 記得揾我哋酷溫幣啦。WhatsApp 查詢電話54829987，期待你嘅光顧。